再讲一遍，尽量留在家里，没事不要外出，外出要戴口罩，不要在外面吃东西，就这样。不要在外面吃东西，就这样。再讲一遍哦，这段期间没事给我待在家里，如果要外出一定要戴口罩，然后在外面不要有饮食的行为，因为这种脱下口罩讲话什么那个容易喷沫感染。不要在外面吃东西，就这样。除非他有送你的19什么19.5不加头。对。黑娜自称有19.5公分的叔叔凤梨20，他很 serious 的在脸书问大家一个 question： 各位1个月的房事次数是几次？各位觉得几次算正常？几次算多？几次算少？没想到网友讨论超热烈，不分男女，留言数多达5000多则呢。全体注意！注意，大家接过来，叔叔马爹点头向大家宣布，到底家己姊妹是几届？来看详细哦。我个人到今天20号共计8个夜晚17次，单次平均92分钟。92分钟。查甫人吼，千万唔通剩一支嘴啦。黑妹叫实测才知道。维尔有来哦。马维尔也来问叔叔：“你是说跟同一个人还是不同人？”也有真侪查甫的网友讲叔叔你可能不可能啊！你这镜头严重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哦。我这个样子看起来有像 Doctor 吗？你是不像，所以真正的 Doctor 美女博士徐兰芳来为大家解惑，究竟叔叔安内敢有敬雄？那如果你是30到39岁的人呢，那就是3乘以9。39 27呢？那你就是2周要做7次，这样等于1周要3.5次。那安内省30岁的叔叔8个夜晚17次，到20日为止算3周，好像高出平均值多很多。哇，安内叔叔唔对哦，纵欲过度吗？好啦，人家许兰芳博士有强调，重点不是在次数，是做完的心理满足感。明白吧？那我们今天的课上到这边。亲一下，全台唯一一个亲到翁来的女人就是我。那这也是你第一次上广播节目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我还一直在问我弟这到底是什么。我真的看你的影片会笑，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骗倒我了。你逗乐我，就是因为你真的是脏话讲得很好。可你们节目是可以讲脏话的。录影了，那本来就说要怎么样，肯定被公一个被安尼，被阿公不爱讲嘛，你搁底下笑，你还规工底下我妈我夸话。我现在我被他骂的。你这样，他最长可以讲几分钟？大概可以讲到3到5分钟，很长19.5不含头，我是用生命在聊，而且聊到声音会闭塞。那翁来，你愿意接我这个 podcast 通告，是你觉得我会问你什么？我不知道你会问我什么。哦，我不需要任何反纲，我不需要任何东西，但是我认为只要人是对的，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。他圈我粉了，他圈我粉了。我给你金姐好不好？金姐哦，我要亲她的脸颊哦。等一下哦，脸颊就好，脸颊就好。维尔都没亲到，强强有亲到吗？没有，只有我亲到。不要害怕，我觉得他有点害怕。亲一下哦。哇，好了，全台唯一一个亲到翁来的女人就是我。差不多这一发要发六。那你心目中的好太太定义是什么？比如说会做饭吗？还是说一定要陪公婆住？不一定要陪公婆，煮饭当然是会最好，但是不会也不会怎么样，因为我从小我妈也不会煮饭。你可以接受外食。我妈煮了一手烂菜，超烂。对，我妈有几样拿手的。炸花枝丸，对，炸花枝丸、水饺，然后跟荷包蛋啊，还有泡面。哦，这几个也是我一桶瓦斯用了3年呢。对，后来那个瓦斯厂老板他拿那个泡茶那种很小壶的，跟我们说你们弄这个就好。因为我们要台风来才会煮，平常都不会煮。有一年没有台风，那年就没煮了。我妈叫那桶瓦斯叫完之后，见到那个老板是5年后的事。但是那我还是煮了2年都煮不完。